来看工地以外，去年11月，这个吊塔登去造成一死三伤，伫新北这个第二行政中心又搁发生这个死亡的意外。昨下晡一个工人，敢若是无适宜为6楼所在，再落来到1楼送到病院嘛救无活。是讲昨是假期，照你讲无应该时间，是安怎发生这款死亡意外？即马相关的单位已经伫调查。 救护车赶紧驶到工地，一个工人倒伫涂骹，袂沉袂动，警察人员做伙将伊扛上救护车。附近的民众看到这个画面，惊一跳，工地内哪又搁出代志啊？四家拢是钢条，这是新北市三下堡第2行政中心，昨下晡4点外发生意外。 21岁姓黄的义工收工的时，外套藏伫6楼，讲要起哩体，当时伫1楼一直等无人，一直到工地边啊，看到人已经倒伫涂骹，送去病院急救，嘛是救无活。死者是头一天上班，想不到就发生意外，不过这个工地出代志，不是头一摆。有很多的那个钢铁，有一个工人就是刚好在传到里面。 工地传来一声真大声，大型吊车登去，这是去年11月吊塔落去了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3个重伤。今年2月，如果吊车踹断电火线，后置顶登去，较无2个月，又搁发生移工意外摔落楼骹，5个月内一共发生2死的意外。本局要求工地先行勒令停工改善，后续如查获有涉及未做妥相关安全维护措施之情事，处以最重9万元罚款。 因为发生遮侪件意外，工地被部分强制停工，不过理解期间是安怎要搁伫施工，相关的单位爱搁调查，会依法处理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